大家好，歡迎收聽今年嘅神中課，穿越信仰風暴。今日係1月8日，題目係同甘共苦。經文記載喺創世記2章18節，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亞當受造之後，上帝將各樣嘅動物帶到嚟佢嘅面前，讓佢去幫佢哋去改名。亞當見到每樣動物都有配偶，但係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喺上帝所造地上嘅一切動物中，冇一種係同人同等噶。所以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上帝造人唔係要佢獨居，乃係要佢群居噶。人如果冇伴侶嘅話，則伊甸園美麗嘅景色同埋愉快嘅工作就唔可以令到人得到完全嘅幸福啦。即使有天使同佢交往，亦都唔可以滿足到佢對情感同埋友誼方面嘅願望。佢冇一個同佢性情相同嘅對象，同佢彼此相愛。所以上帝親自幫亞當做咗一個伴侶，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係同佢相配嘅一個助手，專為作佢伴侶而做，並可以彼此相愛，合而為一。夏娃係由亞當嘅一根肋骨造成噶，表明佢唔應該作佢嘅主人去管制佢，亦都唔應該作佢嘅奴隸去任佢踐踏，乃係要以平等嘅地位企喺亞當嘅身邊，為佢所愛同埋保護。女人既係男人骨中嘅骨，肉中嘅肉，佢就係佢嘅第二個自己。呢個就係要講明夫妻之間係應該有親密嘅聯合，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以弗所書5章29節。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世記2章24節。世上嘅第一次婚禮乃係上帝親自主持噶，可以見到婚姻嘅制度係由宇宙嘅創造主所設噶。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希伯來書13章4節。佢係上帝起初俾人嘅恩賜之一，亦都係人類墮落之後亞當從樂園中帶出嘅兩個制度之一。人若喺婚姻嘅關係上承諾並且遵守呢個神聖嘅原則，婚姻就必成為人間嘅福樂。婚姻足以保障人類嘅純潔同埋幸福，供給人類社交嘅需要，並促進人類喺德、智、體三方面嘅發展。今日嘅神中課就分享到呢度，歡迎你聽日繼續收聽，拜拜。